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文峰講真風水。喂，你屋企最近有無端端出現死植物，又或者明明自己好努力搏殺，但啲錢硬係左手交右手，倒水咁倒出去，身邊仲要無啦啦多咗幾個笑面虎督你背脊喎。聽實啦，千祈唔好亂喐。呢啲表面睇落係黑氣，但其實分分鐘係財神爺準備送橫財俾你嘅極品吉兆。如果你覺得2026年上半年自己好似俾人挨住嚟打咁，做乜都唔順，錢難過登天，甚至被人氹到攤攤腰，借啲錢出去收唔返，心入面勞氣到爆炸，今日我好認真咁同你講，由你聽到我把聲呢一秒開始，你過去半年所有霉運、衰氣、遇過嘅衰人，全部一筆勾銷。點解？因為踏入2026下半年，整個磁場已經開始大洗牌，好多人仲懵盛盛，唔知個衰字點寫，亦都好多人估唔到自己嘅好運原來已經殺到埋身。我用最貼地嘅說話話你知，今年係丙午馬年，天干丙屬火，地支午又屬火，成個年份由頭到尾都係火。傳統命理入面講嘅赤馬年就係咁樣嚟。上半年火氣衝到上頂，搞到人人脾氣暴躁，成個社會嘅財氣都好似俾火燒住咁。大家係咪覺得手頭好緊，投資縮晒水，錢嚟錢去，掙唔到幾多，甚至要食谷種？但係你記住，物極必反，火旺到盡頭，自然會轉勢。入秋之後，金氣入局，冬天水氣跟上，成個局就完全唔同晒。金代表咩？代表真金白銀，正財偏財。水代表咩？水為財啊，代表財源滾滾，豬籠入水。呢個氣場一轉，舊嘅運勢格局徹底打散，全新嘅蓋食機會就嚟啦。呢次大轉變可以話係10年難得一遇嘅翻身時機。之前捱得苦嘅捉得住呢股氣，下半年分分鐘賺多幾成，買車買樓。本來順風順水嗰啲，如果唔識得收斂同佈局，都有機會中伏走下坡。今日我特登抽絲剝繭，點出3個命格星象，下半年絕對係最有財神眷顧，正財偏財雙管齊下，橫財機會多到你唔信。你快啲聽下，有冇自己，有冇老婆、老公，有冇仔女，搞到入嚟睇呢條片，絕對唔係偶然，係個天叫你提前準備，接住呢份好兆頭。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打接財接福4個字，先同下半年旺氣結個善緣，攞個好意頭。好多人成日問我，師傅，點解有啲人平平無奇，半年之內就可以發圍，晚年無憂？我話俾你知，命裏有時終須有，但運同時機呢兩樣嘢你唔識捉，財神爺行過你門口都唔會入嚟。下半年呢個變局，重點就係火金相濟，練出真金。有3個生肖，上半年捱得最多苦，受最多委屈，下半年得到嘅回報就最大，付出咗嘅隨時雙倍、3倍賺返嚟。廢話少講，馬上講第一個，下半年最有機會翻身，財運直線狂飆嘅生肖屬狗嘅朋友，屬狗嘅老友記，你摸住良心自問，上半年係咪活得好攰、好委屈？我見過太多屬狗嘅人，天生太善良、太重義氣。喺屋企，你永遠係做最多、捱最多，為仔女、為伴侶撲心撲命嗰個；喺職場或者做生意，對拍檔、對朋友掏心掏肺，幫人當食生菜，結果換返嚟係咩？係俾人督背脊，係俾人當作理所當然，甚至有人喊晒口問你借錢，你心軟借咗出去，結果錢又冇得還，仲要反面收場。搞到自己手頭拮據，晚晚失眠，連腸胃、血壓都差埋。上半年真係孤軍作戰，有苦自己知。但係屬狗嘅朋友，你同我拍定手掌，由2026下半年開始，你哋嘅運勢會有極大反彈。點解我夠膽咁講？12地支入面，馬同狗係人午戌三合局入面嘅半合火土局，馬係午火，狗係戌土，火生土。今年太歲係明張目膽咁撐你哋。更緊要嘅係下半年你哋命宮有紫微、龍德2大超級吉星入主。紫微代表咩？代表有大貴人提攜。
有猛人賞識你。龍德就係逢凶化吉、招財進寶嘅神仙星，特別點名1971年辛亥年56歲，同埋1982年壬戌年44歲嘅朋友，你哋而家正處於人生承上啟下、為晚年打本嘅黃金時刻。下半年，尤其係農曆8月、9月、10月，貴人運旺到飛起，一直拖你錢嘅人，卡咗好耐嘅合約，會突然奇蹟轉機，會有年紀大過你或者有江湖地位嘅人主動拉你一把，派大單生意俾你。打工仔老細會突然覺得你好好順眼，升職加薪，甚至俾人高薪挖角。偏財方面更誇張，唔單止正財你之前買落嘅股票綁死咗嘅層樓，下半年分分鐘有機會高價甩手，手頭突然多一筆巨額現金，就算得閒買張六合彩，中獎機率都高過人。仲有仔女會突然生性，主動俾家用，令你喺親戚面前極度威水。我講嘢從來唔淨係報喜，有坑一定要教你避。屬狗下半年財運雖好，但有個致命死穴，心太軟，耳仔軟。當你下半年開始順風順水，手頭鬆動，身邊一定會彈啲笑面虎出嚟，日日約你飲茶，同你吹水講有咩必賺大 project，或者喺你面前哭窮借錢。我今日鄭重警告你，記住4個字：財不露眼。無論賺幾多，出面一定要扮窮。親戚朋友叫你做擔保借錢，或者搞你完全唔熟嘅生意，一律 say no， 唔好一時心軟，否則到手嘅財神都會俾你送走。如果你係公曆3月6日至8月8日出世嘅屬狗朋友，熱命拼命人，今年火氣重，下半年要以水制火。聽實今晚返到屋企，即刻 check 客廚房同飯廳。廚房代表你嘅財富，如果有裂咗缺角嘅碗碟，或者用舊晒嘅爛鑊，今日之內全部同我揼晒佢。破碗代表破飯碗，爛鑊代表漏財，留喺屋企點接大財。清走之後，喺屋企嘅正北方，今年偏財位，放一杯乾淨嘅食水，入面掟6個銅錢或者6個1毫子硬幣。呢個叫六白生水化火局，專克小人，包你財源順暢。互動位屬狗嘅朋友唔好猶豫，即刻喺留言區打苦盡甘來貴人大財，接住呢份頂級好意頭。好，講完屬狗，馬上講第2個下半年，橫財機會極多，絕對可以吐氣揚眉嘅生肖，屬虎嘅朋友。屬虎嘅朋友，我唔知你上半年係咪有種虎落平陽被犬欺嘅極度無力感？你哋天生有霸氣有野心，做嘢爽快，最憎人拖泥帶水。但上半年好似跌咗落迷宮咁，無論你點努力想發圍，啲嘢就係棘住，生意唔上唔落，打工俾上司打壓，想搞嘅大計全部被逼煞停。因為為食壓力大，搞到返屋企火氣十足，3日唔埋2日就同老婆老公仔女嘈交，家宅唔寧，連睡眠同肝膽都出埋問題，個心真係攰到抽筋，覺得自己空有一身武功，無頂發揮。但係我今日喺度話俾你聽，屬虎嘅朋友，你已經捱過咗最黑嘅黑夜啦。2026下半年，你哋係12生肖入面爆發力最強、賺錢勢頭最猛嘅生肖之一。點解？地支講馬年午火同虎嘅人木係人午半合火局，木生火就好似星火燎原咁。上半年嘅壓抑其實係個天幫你儲緊能量，等下半年一飛沖天。下半年你命宮有3台星同將星降臨，將星一出，千軍萬馬聽你指揮，代表你可以重新攞返主導權，無論職場定商場，你都係話事人。特別點名1962年壬寅年64歲，同埋1974年甲寅年52歲嘅朋友，下半年你哋正財偏財全部直線飆升。做生意、開鋪、做跑數、sales 嘅，由農曆7月立秋開始，客源會突然間多到接唔切，之前傾極唔成嘅大客會主動行反轉頭求你簽約。以為變壞賬嘅死數，突然有人還錢，生意額唔係微升，係有機會翻倍。打工嘅你嘅領導才華，終於俾高層睇中，有機會俾你揸旗搞大 project，年底花紅獎金絕對創新高。
至於偏財，下半年你對眼就好似裝咗雷達咁，睇嘢極準。股票物業買賣睇準時機，低買高賣，一鋪就幫你賺返幾年人工。呢啲就係真真正正嘅橫財入命。屬虎嘅朋友，你哋有一樣嘢最容易搞禍嘅檔攤，就係脾氣太急，太過霸道，賺咗少少錢就容易囂張。我成日講家和萬事興，家衰口不停。喺風水學上，你嘅伴侶就係你嘅財星。如果你下半年攆到錢，返到屋企就氣焰囂張，對伴侶呼呼喝喝，當仔女係出氣袋，我話俾你聽，就算俾你掘到座金山，啲錢都會因為你嘅脾氣而敗光，甚至家人隨時病倒，你要成大筆錢出嚟交醫藥費。所以下半年想守住財富，第一件事收斂脾氣，錫老婆老公多啲，你對屋企越溫柔，財氣就越穩陣。如果你係公歷8月8日至出年3月6日出世嘅寒命人，今年嘅火對你係絕對利好，即刻去屋企或者 office 嘅正東方同東南方，呢兩個位屬木，木生火。聽住呢兩個位，千祈唔好堆滿雜物、垃圾或者擺啲生晒刺嘅仙人掌。你只需喺東南方擺一盆生得好靚、好茂盛嘅大葉植物，例如發財樹、綠蘿。最關鍵一步，喺棵植物上面掛一個紅色中國結，或者掛幾個細紅利是封。呢個叫木火通明催財局，幫你事業運同橫財運推上頂峰。互動位屬虎嘅朋友，攞返你嘅霸氣出嚟，即刻喺留言區打橫財就手，大殺四方，霸實下半年嘅旺氣。好，講到第三個，好多人估都估唔到，但下半年爆發力驚人，最容易悶聲發大財嘅生肖屬猴嘅朋友。嗱，屬猴嘅朋友上半年嘅遭遇，我淨係用4個字形容：有志難伸。你哋轉數最快最醒水，滿腦子都係發達大計，但上半年好似隻馬騮俾人困咗喺個鐵籠入面咁，無論你條橋做得幾靚，一落手做就極多阻滯，拍檔卸膊，老細唔 support， 身邊仲有班小人眼紅你，得閒就放暗箭拖你後腿，搞到你上半年收入海鮮價，但支出就如流水，成日要為頭家為仔女學費愁到頭都大埋。但係屬猴嘅朋友抹乾眼淚笑返啦！由2026下半年開始，你個命格就等於有人幫你開咗把鎖，因為下半年你命宮飛入一粒極之關鍵嘅吉星驛馬星，好多半桶水嘅師傅一見到驛馬就嚇鬼，話要四圍頻撲，好辛苦。我呸！喺今年馬年呢個大局，驛馬星正正就係超級催財星。傳統玄學有句說話：馬奔財香，發如猛虎。意思係咩？屬猴嘅人下半年千祈唔好匿喺冷氣房，或者留喺原地死守。你嘅金銀珠寶全部喺外地，喺變動入面。特別點名1968年戊申年58歲嘅長輩，同埋1980年庚申年46歲嘅朋友。下半年你哋係跨界生財、洞中生財嘅無敵格局。如果下半年有人叫你出差去外地開拓市場，或者叫你搞啲以前完全未做過嘅新行業，千祈唔好淆底，大膽去試，因為你嘅大貴人、大橫財全部喺新領域等緊你。做物流、貿易、旅遊、網店或者做外地客生意嘅朋友，下半年啲單會好似雪花咁飛埋嚟，賺外匯賺到笑。就算係退咗休嘅屬猴老友記，下半年多啲報團去旅行，或者多啲出街，同唔同圈子嘅朋友飲茶吹水，分分鐘喺傾閒偈之中收到極準嘅投資貼士，或者識到幫到你家族嘅超級貴人。總之記住，越走動越發達，比以前睇死你嘅小人跌到一地眼鏡碎。驛馬星帶來無限機遇，但走動多，跌跌碰碰，意外受傷嘅風險自然會高。贏到錢好容易無啦啦破財使返出去，點拆？我今日教你一招，我行走江湖幾十年嘅絕招，主動應劫，歡喜破財。咩意思？下半年農曆7、8月金氣最重嘅時候，你自己主動去使一筆大錢，例如去金鋪買幾兩保值嘅金條金器。
幫老婆老公買隻靚手錶，或者成家大細去歐洲每日本玩返轉，用呢啲你覺得開心有價值嘅消費去應咗個破財之象。另外，下半年一開局，即刻去診所做個 full check up 抽血，或者去牙醫度洗牙，用抽血洗牙流嗰少少血去應咗個血光之災。你主動做齊呢兩樣嘢，啲衰氣就自動波散晒，剩低嘅就係平平安安掃銀紙。如果你係公曆8月8日至出年3月6日出世，寒命人，天生金水旺，今年火氣啱啱好幫你調後。返到屋企，第一時間執正你個大門口，大門係納氣之口，屬猴下半年要靠外氣吸大財。如果你門口啲燈神神化化，暗流湧動，或者堆滿臭鞋、淘寶紙皮箱，財神爺見到都掉頭走啦。即刻將門口盞燈換做光猛嘅暖黃光燈，盡量長開，然後喺大門口入面嗰塊地氈底偷偷地壓8個硬幣，咩面值都得。呢個秘局叫步步踩金，出入皆符。互動位屬猴嘅朋友，快啲喺留言區打洞中生財，步步踩金，鎖實呢份無敵生財氣場。睇到呢度，好多唔係屬狗虎猴嘅朋友一定會諗：哎呀，蘇師傅，咁我咪食白果，下半年又要繼續捱窮。錯，我一早講過，我做節目絕對唔會俾支持我嘅觀眾空手而回。命運天注定，但風水係人為。就算你唔係呢3個生肖，只要你識得借用九宮飛星嘅氣場，2026下半年一樣可以幫自己同屋企人催旺財運，逢凶化吉。而家我送出今日最猛料嘅彩蛋，無論你屬咩生肖，聽朝起身跟住我呢3步做，包你屋企財氣煥然一新。第一步，最易做錯嘅清酒破財3寶。聽好，屋企有3樣嘢係會暗中吸乾你啲財氣，惹小人惹病痛嘅。死氣植物，客廳或者睡房如果有枯黃死咗嘅植物或者鮮花，即刻扔。植物代表生機，枯死嘅你留喺屋企就係養住一團死氣，搞到全家死氣沉沉，年年破財。雪櫃過期嘢，雪櫃同櫥櫃入面放咗幾年發毛嘅醬油、過期食物，甚至崩角嘅爛碗碟。雪櫃係現代人嘅財富，財富發臭破爛，你出面賺幾多，最後都係要俾醫院或者賠錢使晒。床底雜物，床底同衣櫃頂積滿厚厚灰塵嘅舊衫同爛鬼雜物，床底唔通風，等於你日日瞓覺都背負重擔，點翻身啊？聽朝全家總動員，將呢3樣垃圾全部打包揼落垃圾站，清走舊嘅衰氣，先有位裝下半年嘅新銀紙。第二步，猛烈催旺正財，偏財位2026馬年，代表穩定大額收入嘅八白左輔星飛臨正東方，代表橫財意外之財貴人嘅6白武曲星飛臨正北方。你今晚攞部手機開個指南針出嚟，引出客廳或者主人房嘅正東同正北。喺正東方正財位擺一個乾淨嘅陶瓷、紫砂、茶壺或者聚寶盤，入面放8個硬幣或者擺一隻金色嘅錢罌。呢個叫土金雙生，幫你守住份工，包你下半年收入步步高升，飯碗打風都打唔甩。喺正北方偏財位攞個靚玻璃杯裝滿乾淨水，入面擺個金屬小擺設，例如銅製嘅龍龜、貔貅，甚至一抽靚鎖匙都得。呢個叫金水雙生，專吸橫財，幫你接住外面嘅賺錢大好機會，斬斷身邊啲小人。第3步，打造貼身吸金磁場，換銀包。屋企風水搞掂，出街點算？你個銀包就係你嘅貼身財富。好多人個銀包用咗10幾年，穿晒窿，拉鏈都爛埋，入面塞滿晒幾年前嘅超市單據、卡片、廢紙、真金白銀，反而折到就晒攝喺角落頭。單據代表咩？代表已經流失嘅錢。你日日陀住一堆支出，財神點會埋你身？聽日開始去買個新嘅正方形或者長方形銀包，顏色揀黑色、深啡色或者金色，千祈唔好用大紅色。傳統講火燒財門，紅銀包最容易令你洗腳唔抹腳，生財生到傻。
買咗新銀包，將入面啲廢紙單據全部扔晒，啲銀紙跟住面額大細、人頭方向一致，整整齊齊咁放好佢。呢個動作代表你對財富嘅極度尊重，你尊重錢，錢自然會死心塌地跟住你。各位老友記，各位一直支持我嘅觀眾，今日我真係將我喺呢行打滾幾十年，睇盡無數風水命理嘅壓箱底秘笈，毫無保留、掏心掏肺咁同大家講到明。我最後送幾句真心話俾大家，2026年下半年呢個大轉局係個天俾我哋所有人一次重新洗牌、重新出發嘅大好機會。無論你上半年跌過幾多次痛，受盡幾多人白眼，由今日開始對自己、對屋企人重拾信心，將我今日教你嘅避坑方法、催財佈局，聽日一步步去落實。風水唔係迷信，係一門幫你調整磁場、借力打力嘅實用哲學。你肯做，自然會越行越順。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嘢一針見血，篤中你心聲，真係幫到你同屋企人趨吉避凶，我希望你幫手做3件簡單嘅事，對你對我都好。第一，即刻刻下面個訂閱按鈕，同埋遞實旁邊個鐘仔，咁樣下半年每個節氣轉換、每次生肖轉運、化解嘅救命貼士，你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，保證你2026由頭贏到落尾，唔會踩中地雷。第二，幫我大力點個讚，然後將呢條片分享去你嘅家族 WhatsApp 群組，或者 send 俾身邊屬狗、屬虎、屬猴嘅親戚朋友。玄學講求施比受更有福，你將呢份發財祝福傳出去，其實就係幫緊自己同仔女積福。你幫人順利，上天自然保佑你全家。第三，亦係今日最重要嘅一步。而家馬上喺下面留言區，用最誠心嘅態度打出接財接福、順風順水、家宅平安呢12個字，或者打埋你同屋企人嘅生肖。我會親自睇大家嘅留言，為每一位認真留言、相信好運嘅朋友發功送上祝福，將下半年最勁嘅旺氣隔住個 mon 送俾你。捱窮捱夠未？捱夠嘅，下半年我哋一齊執生，調整狀態，準備接大運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期節目唔見不散，記得留言打卡接財啊！祝大家下半年豬籠入水，一本萬利，合家富貴。拜拜。